多謝。首先我要多謝 Alex，因為我喺閒談裏邊同你講過我嘅理念，你都記得，非常之好。做我哋呢行，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我哋講嘅説話係俾人哋記得喺我心裏邊。點樣做到呢？我不嬲覺得言行一致、誠實去對每一個客戶係最重要嘅。喺我18年嘅保險生涯裏邊，我都攞住呢個宗旨去贏得我客戶嘅信心。今次攞到呢個獎，除咗肯定我嘅業績之外，更加肯定我嘅理念係冇錯嘅。多謝。咁當然，除咗贏得客戶嘅信心之外，最緊要就係有適合嘅產品配合到客戶嘅需要啦。咁所以我好多謝 Albert， 好多謝公司有咁好嘅平台，俾我可以喺大海裏邊幫個客設計最適合嘅產品。亦都要多謝所有嘅 service provider 啦，佢會因應市場嘅要求，提出唔同嘅產品配合到我所有嘅客戶需要。多謝你。咁最後我想講，我要多謝嘅係所有前線同埋後勤嘅同事。今日我企得喺度，唔係我一個人嘅努力，係多謝大家喺條船上邊一路前行，有一個同一個目標，同一個方向。最後我想同 Alexis 講，25週年生日快樂！大家業務蒸蒸日上，多謝。